響東區有呢個項目喎，47方做到複式嘅。我今日帶大家嚟睇一睇。一入門呢，衞生間全部有晒，乾濕分離嘅餐台啊，有個梳化。咁呢邊呢就可以做廚房嘅。佢呢就係採光比較好啊，望翻成個小區嘅園林嘅。40零方可以做到2間房，先睇頭一間房。佢可以直接睇到花園嘅。重點係咩呢？而家7000零蚊嘅單價就可以搞掂。呢邊仲有一個儲物間，儲物間下邊呢仲可以整翻個櫃嘅。我哋上2樓睇下，佢層高就4.5米嘅，所以可以做2樓。上到嚟呢個區域呢，可以睇下書。望翻成個1樓嘅，而呢一度呢，仲有個房間嘅喎。呢個房間嘅話，亦都係相當之精緻嘅。而家7000零蚊嘅單價，30零萬一套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call 我。